其实啊，这个公园啊 ，Leis Park 非常的特别哦。我知道啊，这个波士顿公园哦，最有名的就是那个小鸭子，因为它是那个城市规划里面的绿宝石项链之一，所以才会有那么多你刚刚说的鸭子。你看 ，Leis Park is large here， 所以可以 welcome 这么多的鸭子来这。走啊！哎，那边那个桥上好多人在散步哦，我们也许也可以去走一走。哎，好哎，等一下绕一绕。不过要不要公园喊胎哦？对呀 ，Leis Park is large here， so 我们可能要花一点时间。脚准备好了吗？哎，我超能走的，走。好，走。This park is large here。哎呀，这个公园哦，喊胎哦。我是觉得说我们刚刚走了这么久哦，发现这边环境其实不错，而且重点是人潮很多哎。真的，而且这边的小动物好多。我们明天一定要做好多好好吃的料理，不一定可以请他们吃一点。我觉得我们在公园哦，再逛一下，看哪边有哪适合我们摆摊，好啊，推广客家料理。好的。哎，你看，公园很多很可爱的小鸭子啊。真的耶啊！我想到了，在这一座啊，美国最古老的 park 里面呢，其实它是有故事的耶。哦，有故事哦。它其实是根据1941年的一个童书啊所建造的，因为还有个故事叫做 Make Way for Ducklings， 就是给小鸭鸭让路。它是鸭妈妈要带着这些小鸭鸭呀回到这公园里面住，可是路上车子这么多，人这么多，怎么样能够回到公园是一个挑战。所以是个礼让的故事哦。对，这是一个礼让的故事，要给鸭鸭们让路，而且他们每个人都有名字哦，像那个有没有脖子抬得高高的那个，那个叫 neck， neck， 啊 neck， 哎呦，这么有趣的故事哦。对呀，好可爱啊。Leis Park is large here。走啊，要在公园喊胎哦。而且我觉得这里好多游客，集客力应该不错哎。应该是哦。那人来人往的，我觉得生意不错。我觉得就决定在这边吧，摆摊。就这里咯，我觉得也不错哎。而且我们刚刚啊有得到那个鸭子的祝福，所以明天一定会大卖。听说会成功了。真的，谢谢有这个 park。Wow, the park is large here。走啊，要不要公园喊胎哦？但像按的呢，里面的生态还很丰富哦。